土城正统罗里门圣母庙主委王晶莹、副市长赵清惠、民政局副局长吴明熙以及社会局主秘李彦运等人共同见证之下，要将这次买的捐赠和全市9201户加收利户的白米甲生活物资，转交由各区公所发送。而这款的关怀爱心活动，也是圣母庙连续第十档举办。阮圣母庙罗里门嘛来交代，因为来用这大家，互大家来捐白米啊，甲油啊，互来帮助这弱势团体，互这弱势团体啊，互一个温暖安尼。阮圣母庙自伫11年前迄阵就开始举办。主委王晶莹表示，关怀弱势活动，圣母庙是每档拢有持续咧做。为当初数百份到今年9000多份，过程中虽然会当看出社会经济变化，但是庙方关怀心是不变的。刚举办台南市迄阵还未合并，迄阵有3000几户的弱势团体，到尾咱有合并来，迄阵有1万通，1万过。来个一年一度成长来11000几户、13000几户、12000几户，这种业绩成长是唔好的。所以讲，伫遮大家看到今年剩9201户，这是好的，因为这弱势哪来哪少，互咱台湾的经济哪好安尼。而且欢迎大家加接来圣母庙罗里门妈遮参拜，阮遮罗里门妈是非常的兴啊。副市长赵清惠也专程出席见证。对着圣母庙结合信众年年做爱心的善心，相当的肯定。非常感谢咱这个庙方10几年来拢是一直来对咱社会公益的部分拢做这个贡献。这就是讲咱政府有当时做袂到的所在，爱有咱庙方这边遮，搁有咱的这个大德来这个捐献，互咱庙方这边遮来替咱安排照顾咱所有社会内底的这个9201位，咱大多注意记忆非常的厉害9201位的低收入户，拢会当受到咱庙方这边遮，甲咱民政系统代替咱庙方这边遮来安排这个输送，就是讲甲咱的这个物资送到咱应该受到照顾的这个弱势团体。这爱心物资也将会陆续运送到各区公所，由公所发送给热切弱势家户，希望透过这物资帮忙，让弱势民众会当感觉到社会温暖。台南新闻赵秀伟采访报道。